哇，枕頭啊，揾你配個音。幾錢啊？冇講喎。大清倉，大清倉，廠家直銷大清倉，舒適枕頭，先到先得。是的，你沒有聽錯。你自己聽下，似咩啊？世界盃你有冇睇㗎？吓？你睇下人哋啲牌面，都唔爭你嗰萬幾蚊啦。腦袋昏沉，越瞓越攰，交給舒適枕頭，精神狀態全歸位。潮水滄桑不見影，一晚等於瞓10晚，深層睡眠更甜的夢。香港家居白金枕頭，智慧睡眠，一晚多瞓1小時。老闆覺得唔夠高檔喎。佢只係一個枕頭啫。佢話你嘅實力唔應該淨係咁咯。佢鬧我啊？佢話佢嘅實力都唔止1萬蚊，佢準備咗5萬蚊俾你啊。哎呀，講呢啲啊。當我們躺下，喧囂退去，倦意襲來，融化在枝繁葉茂的森林，不知不覺自然心睡。香港家居心睡寶，睡得好才是真的好。啲客話聽到瞓着啦，你可唔可以爆啲啊？枕頭咪攞嚟瞓嘅咩？爆點樣瞓啊？老闆話再加啲獎勵，佢當我係咩人啊？預算10萬蚊。哇！佢睇人真係準。是什麼讓我們追逐這份睡眠？是對工作嘅敬畏，還是對健康嘅執着，定係對方寸間靈魂嘅安放？支撐和舒適度，守一夜的安眠。香港家居白金枕頭，下一次閉眼就是好夢。老闆 OK 啦，呢個枕頭樣板佢叫你俾翻佢啊。唔俾。